国军的飞行员，佮有空中任务的官兵拢必须要接受高难度的水中的求生训练。国军今仔嘛对外来展示训练项目，咱做伙来看卖。在真正的求生场域的时候，它其实是蛮多时间会遇到恶劣天候。那恶劣天候的环境呢，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环境特效模拟来营造这个恶劣的场域，提升人员身体的一个紧张感、临场感，有效提升这个训练那个成效。那我们复训的周期是3年，他每3年就要来完成求生复训。我真正到海上的时候，看着别人就是因为动作不标准，没有操作好，然后被拖着走出去。我其实，在旁边看着也是很紧张。你都是自己一个人，你要试着去面对跟克服所有的困难。空军来进行跳伞的演练，还有直升机吊挂演练嘛等是水中逃生的训练，有真侪无同款状况的设计过程是真紧张。求生的训练是要让飞行员还有机组员来了解无同飞行设备的求生装备，拄到危险的时候，会当伫上短的时间内做出上静态反应，会当活落来。